聖基道兒童院樂樂遙遙助養計劃。嗱，我哋香港咧就好多有心人啦，亦都好多慈善家，我認為嚇，咁啊大有大做，細有細做。咁喺我身邊咧就有兩位咧，我覺得相當心地好嘅朋友嚇。咁一位咧就係 Cherry 啦 ，Hello 你好。咁啊，另外一位咧就係阿麥生嘅。係大家好。係啦，其實佢兩位咧都係聖基道兒童院嘅助養人。嗱，可能大家對聖基道兒童院都未必太熟悉，咁但係咧原來咧呢啲機構佢會做好多嘅宣傳運動咧，其實係有效噶。阿 Cherry 就係因為一個即係因緣際會嘅機會之下咧，就接觸到佢哋嘅，係咪？係點樣樣嘅？其實就係因為佢哋做樂樂遙遙嗰個 promotion，咁就有啲 poster 貼咗喺個地鐵度，咁我有翻工放工嘅時候見到，咁我就上網就去做呢個助養人咯。同埋咧，你係以自己兩個小朋友兩個仔嘅名義去成為助養人嘅喎，咁點解會係用兩個仔仔嘅名義呢？我想將呢一樣嘢 pass 俾佢哋，只需要每個月付出50蚊，其實唔係咁大嘅金額啫，等佢哋知道睇到人哋嘅需要，去幫其他人。做慈善工作咧都係要世代相傳咧，先至有一個最佳嘅效果。咁啊，跟住同阿麥生傾偈啦。Cherry 咧就係09年咧就成為聖基道嘅助養人啦，但係麥生就唔同啦，做咗助養人幾多年啦？我冇記錯應該都有9年啦。其實咧好重要㗎，即係持續嘅一啲支持咧。我諗啊，麥生更加有一個感受嘅就係，咁可能有好多嘅助養人活動上面咧，你又會見到同一班小朋友，咁可能佢哋9年前仲係好細個，咁跟住一路成長，係咪個心入邊其實個感受都幾大嘅咧？都會係，可能咧同自己嘅工作有關咧，即係都係一路都係從事同教育有關嘅工作嚇。雖然唔係一個前線嘅老師咧，但係咧即係喺教育嘅工作上面，我諗我哋好重要嘅係將一啲正確嘅價值觀念咧，去俾到小朋友。咁我諗透過嚟參加做助養人呢啲嘅活動咧，其實捐款嘅多少咧，即係呢個未必係最重要嘅一個考慮，反而係你一份嘅心意，你俾小朋友都可以見到，即係有人去支持或者咧去關心你，所以真係冇諗過會停止呢個助養嘅計劃。咁我問下 Cherry 啦，咁啊雖然就你日子短啲嚇，咁但係有冇帶兩個小朋友都去呢啲助養人活動啊？參加過聖基道嘅活動2次啦，一次就係參觀兒童之家。咁但係小朋友其實睇呢一件事會唔會同我哋大人一樣呢？你有冇同佢哋傾翻呢？同兩個仔仔？其實唔明㗎，係啦，即係初初去到佢就唔明點解有幾個小朋友要喺埋一齊住。咁當然我哋翻屋企會同佢傾翻，即係原來因為家庭嘅因素或者係其他嘢啦嚇。係咁然後就話俾佢聽，但係其實原來我哋係可以幫到手嘅。咁頭先阿麥生同埋阿 Cherry 一直講緊嘅呢，就係聖基道兒童院嘅樂樂遙遙助養計劃啦。不如由阿麥生同我哋講下個捐款熱線嚟。我哋嘅捐款熱線係37564488，網址呢就要由阿 Cherry 講啦，因為阿 Cherry 都係上網登記嘅，係www.skhsch.org.hk。 再提多次下，捐款熱線係37564488，網址呢就係 www.skhsch.org.hk。 今日唔該晒 Cherry， 唔該晒麥生，好多謝晒。聖基道兒童院樂樂遙遙助養計劃，雷霆881同心祝福。